有句话说，无论你出身高贵或者低贱，都无关宏志，但你必须有做人之道。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是出身，不是美貌，也不是钱财，而在于做人的底线。常言道，美酒好喝，贪杯伤身；美食好吃，贪嘴伤胃。为人处事的过程中，不能过分贪图，也不能过度付出。所有好的坏的都必须有底线，有一个制衡点。在熊不见利忘义，人这辈子难免会起起落落。熊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因为熊而改变气节，失去了底线。过去再苦也要苦得有志气，不能因为贫困就觉得这个世界亏欠自己，甚至恶意的坑骗自己的朋友。再难不欠债不还，骨气是一个人的支撑，丢了骨就没了形。生而为人，即使再贫穷，也不坑蒙拐骗；即使再困难，也不低声下气。不管你身处什么样的境况，脊梁骨都必须要撑得起来，挺起腰杆，在困厄中求出路，在困难中求尊严。再难不投机取巧，人可以一时偷奸耍滑，但无法一辈子走捷径。工作还是得踏踏实实干，事情还是得认认真真做。别总想着糊弄敷衍，占人便宜。在任何时候能走得长远，笑到最后的都是那些曾经踏踏实实一直稳扎稳打的人。再苦不算计朋友，有句话说，树高先尺不忘根，人若辉煌莫忘恩。朋友是你人生路上的一根拐杖，是你人生河流的一根船桨。他们在你穷困潦倒时为你伸出援手，也在你穷途末路时对你好言规劝。伤害朋友，断了自己脚下路；算计朋友，再也没人与你同行。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，我们要深知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不该要的东西不要，不该干的事情不干。事前事后都问问自己是否心安，是否问心无愧，守住做人的底线，不忘初心，放得始终。